在客家文化园区里头走走逛逛，了解了东部地区客家聚落的生活、产业还有文化，丰富了我们的台东之旅。只是台东好玩的不止这些，还能够种植甌哎，当个小小农夫。有看到吗？来做客家人的白棚啊，白棚我们设立一个佛宫的话，就是要保佑我们在种田的时候平安，风调雨顺这样子，哎。所以我们要拜拜，所以我们要用手把它拜拜一下，哎。baby， 你来保佑，说保佑我们夏天平安，然后大丰收，会不会？对，大丰收。先求风调雨顺，万物丰收。接下来靠近田里，会发现田度有懂得甌哎，因为我们要下田体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的辛劳了。baby， 田度有懂得甌哎，有看到吗？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要补甌哎啊，它不要苗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拿来看，拿来看你手里有没有拿秧苗？你看，两株某有苗的话，你就要把它种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妈咪，我会种甌哎。对呀，来种下去，种下去，100分哦。只是光是插秧真的很不简单，看看呱呱汗水不停地往下滴，双脚得要踩进泥土里，还得弯腰插秧，真的很辛苦。不过刚好可以机会教育，告诉小朋友，1米1物真的是得来不易，千万不能浪费食物。插秧了解农夫辛劳之后，还有个地方可以体验传统的碾米方式。时代变迁，种植甌哎，还有碾米的方式都跟以前很不一样。了解这么多跟甌哎有关的文化之后，肚子也饿了，只是要填饱肚子，当然要品尝一下知名的时尚便当。重点是自己当农夫，更能体会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意境了。超好吃的气头。啊，宝贝，你知道这个饭怎么种出来的吗？知道。怎么种？就有一个草，然后把它埋进土里，然后长大之后就会变成米了。这么厉害！妈咪，农夫好辛苦哦。对呀，我们要自己体验才知道。那你知道田里有什么吗？田度有懂得甌哎。